台南市全民科学周今仔日透早伫中港国中启动。教育灌溉幼苗，需要每一位教育者的努力。台南市积极推动科普上学扎根，甲国立成功大学来办理全民科学周，伫提升老师学生科学素养方面，拢有相关的计划。今天是我们成功大学科教中心的团队，那每一年我们都申请了科技部的经费的挹注，然后还有跟台南市教育局就一起来举办前4名的这种科学推广的这样的活动。那今年已经是第8年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能够持续的合作，带给孩子们在科学的知识的成长之外，能够培养出科学的素养跟态度。今年以热力试射为主题，以各高中课程为主轴，开发热情温度计、喝水鸟等在科普活动，透过趣味的闯关甲实作，加深学生科学知识的印象。包括了力学跟热学的实验，那我们还把这个实验的知识转化成这个科学密室，所以小朋友们会经过密室来解谜，来了解更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好玩的地方。全民科学周的课程有真侪好耍的科学知识。教育局表示，这个科普活动将伫全市25间各高中来实施，为期1礼拜，预计将有数千名学生来受惠。台南市民上台采访报道。